想要请问一下组长哦，那我们从昨天开始换货到像是到昨天为止，或者是到最新的数据，我们总共换了多少的量？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吗？9月4号开始进行换货哈，那这个部分大概我们从食药署那边有得到了，大概昨天一天回收了大概535975片，那其中呢大概比较多的就是如同那个邮局配送到新北市啊，还有宜兰，还有小部分在台北市，那新北市的部分大概收回了497112片。那宜兰呢，大概是24648片，那台北市大概8860片，那其余各县市大概就是数量就会减少非常的多。这一次嘉利公司它回收的口罩的部分大概它回收的口罩大概分3个，第一个就是它现在在药局里面大概还有，在邮局里大概还有100多万片，那这个部分我们已经封存。第二个。现在药局它还没有让民众领走的部分，这个邮局也会去进行回收。那第3个就是说，这一次大概在这个礼拜时间呢，民众去进行换货，大概这3个部分我们集中都是会回到邮局的一个专责的地点去封存。那因为这个案子已经进入了检调那不管未来最后的结果是退回嘉利或者是销毁。我们就看看最后法律程序最后的法律的程序的结果，然后再来判定，再来进行处理。大家努力了这么久，这几个月大家怎么在弄，对不对？你安尼出来发财先讲一寡这5做4三真来对啦OK 好。好，几个问题想请教。我想当然他自己有他自己的一个看法了不过我们都知道，那时候口罩从188万片，那大家都分头的努力，非常的辛苦。不管是从我们的机具的购买，然后组装，然后到后来等于是国军也帮忙，所以很快的我们可以达到将近2000万片。到2000万片的时候，我们也顾及到厂商里面相关可能在这边疫情渐缓，那国外也有急迫的需要。那我们都完全用捐赠的，这也不是办法。所以希望开放给厂商有机会能够去外销。所以我们大概应该是6月9号吧，我们那就宣布，就是说征用的片数就到800万片。所以这样的情况呢，那就每一家厂商基本上应该根据它的产能就已经可以产出的，那每一家我们都大概以47%这样的一个标准，就它原来生产100万片，缴100万片，那就变缴成47万片，然后用800万片这样来征。然后另外一方面也顾及到国外有很多的需要，那国内那时候的疫情相对的比较趋缓，所以那时候这个800万片，我们还不要求他要立刻来交，不是每天来交，就让我们隔了一段时间才来征。那第一个阶段就是把6月里面的本来要缴交的，我们可以延到7月，那甚至我们可以延到8月。就是让大家能够工作的量能不要过度于负荷，然后也能够顾及到国外的一些我们市场上的一个需要，那也国外的一些外销的需要。那这些都是不断的在开会，不断的在讨论，寻求厂商也体谅他们各方面的需要所做出来的一个决定。那现在你不能再用这样的一个借口来说所谓的工作量或是其他的问题。而事实上，它在市场上也有在贩售嘛，那其实这就我们常常讲以 A 代 B， 以 B 代 A 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不能这样子混淆视听。它今天会比较有。你看，大家都违法在先，我们检测在后，那这个社会整个就乱了，这已经不是那个品质的问题了，是你完全不合法嘛，不合我们整个的规矩，而且破坏了我们对口罩国家队的一个信心，那对于人民的基本的一个防疫上面的一个心理上面造成一个恐慌，这其实都是一件非常不对的事情。大家努力了这么久，这几个月大家怎么在弄，对不对？你安尼出来发财先讲一寡这5做4三真来对啦OK 好。